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拿住啊。来，再看这个，评估一下哈，看到这个。我们救护车有来啦，你要不要去检查一下？啊，先去旁边，不要站这里，就在旁边。所以先站在旁边，建议去检查一下。对啊，因为你可能没有外伤，可是你今天没有去检查。哦。黄姓男子昨晚开车行经观音区金广路时，癫痫发作，连人带车翻落路旁的排水沟。警方接获男性报案，前往协助，并通知消防队及拖吊车一同前来救援。黄男被救出后意识清醒，仅轻微擦伤，送医治疗后并无大碍。黄男感谢警方及救护人员的协助。